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65%，深成指涨1.21%，创业板涨1.5%，沪深两市成交量1.8万亿左右。最主要的是，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也只有几百只下跌。也就是普涨格局。今天的金融消费者应该是难得的高兴的一天啊，指数涨了，账面资金又多了一点。那今天涨不仅跟这个小作文有关，现在网上传言小作文下半年可能有1万亿人民币的刺激。另外一个就是海南自贸区，海南要风光，海南自贸区概念股都是涨幅居前。最近好消息不断，给人感觉是政府有节奏的在释放这些消息。资本市场有反应，但这个是不是牛市？在我看来，谈不上牛市，指数有可能会反弹，谈到4000点都有可能，但是赔钱的是绝大部分。所谓的政策性利好，就好比在沙滩上浇水，意义不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你沙滩上浇水，那水也漏掉了，存不住。A 股最近几个交易日持续上涨，不断创新高，这个短线实际上已经积累了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有明显的过热迹象，所以说调整叫一触即发。金融消费者赚的三瓜两枣，不知道口袋里能不能捂得热啊？上海证券报报道说，40多家公司改道再战 IPO， 投行人士业绩波动较大或范围性不足，企业会在审核问询阶段撤单。说今年以来 IPO 市场整体升温的背景下，一批熟悉的身影再次现身上市审核考场。上海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今年以来已有40多家公司在前期 IPO 撤单终止后，选择再度冲刺 A 股上市。就是这些企业为什么死乞白赖的要跟胡适磕呢？已经撤单撤回去了，现在反过来又要上市，因为不上市它就要歇菜，不上市它就要暴雷，急需要胡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拉一把。总体来看，这批企业再度冲刺 IPO 似乎都有备而来。从板块选择来看，大部分公司在首次申报沪深板块失利后，再度冲刺，均将目光投向北交所。少数公司则从科创板转向主板或创业板。这个板不行，我就蒙那个板。总之我一定要上，不上前面那么多钱扔下去了，不白扔了吗？都为了上市花的钱是无数啊！一个公司上市辅导是要花大量的钱的，有很多人恐怕不太清楚。首先一个补个人所得税，补这个社保，这就是一大笔钱。从这一点说，上市企业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好歹那员工的社保那必须要正常，税要正常，就这两项，你为了上市，你这两项必须经得起检查。你跟你签合同那些员工，统统的社保要交齐，而且如果前面没交的，你还得给人家补齐。你欠人家工资要发完，税你得交齐。你吹你说一年你的利润是1个亿，那你就得按1个亿的利润去交税，营业税、增值税多了去了。假设一个企业他一年就挣了3000万，但是就纯利润3000万，他非得说他赚了1个亿，让数字好看一点。那你说为了他这1个亿，就税他的平白无故多交多少啊？这都是成本，这玩意最终是要金融消费者买单的。金融消费者不买单，那难道让大股东买吗？大股东不已经亏了吗？所以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死乞白赖的要上市，要 IPO 的一个原因，冒死的要上。从募资来看，不少公司再度申报上市，均下调了募资规模或缩减了募投项目，也就是跟胡适少要点钱，要多了这个监管不乐意。有投行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通常业绩波动较大或自身规范性不足的企业会在审核问询阶段撤单离场，待准备充足后再申报上市。而再度申报上市的企业基本都会重新评估资本市场环境、板块定位、经营业绩等因素，个别企业也会参照前期问询要点，充分优化自身经营情况，在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上市。把上市叫做冲刺。有投行人士提示，
对多次冲刺上市的公司而言，尤其要重视其前期尚未解决的后遗症或风险隐患呢，会否对其上市构成障碍？你 IPO 公司或中介机构一定不能存闯关的侥幸心理。这个胡适的金融消费者有福了，准备迎接这40多家公司啊，人家闯关闯过了，这个击鼓传花就你来接，没闯过该他倒霉。为什么要把指数死活维持在3300点以上？目的就是为了 IPO 马上要开闸。我们再看看这外资机构怎么看待胡适的。这个摩根士坦利发布报告预测，他说中国下半年将掀起人形机器人热潮，未来行业优势将愈发扩大。人形机器人今年下半年将在中国被广泛采用，未来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将愈发占据优势，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差距将逐步拉开。摩根士丹利称，到2050年，中国可能会有3.023亿个人形机器人投入使用，而美国只有7770万个，也就是到2050年，咱们有3个亿的人形机器人。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3个亿的工作岗位就没了？到2050年，全球类人机器人市场价值将超过5万亿美元。到那时，这些机器人的数量可能会接近10亿，并在本世纪30年代末加速采用。摩根士丹利还预测，绝大多数类人机器人将用于工业和商业目的，可能只有大约10%的机器人将用于家庭环境，因为价格高昂将是最大的限制。怎么说呢？这个机器人还是有必要大力发展的，那些比较危险，那些比较非常肮脏、非常这个环境非常差的那种工作场景，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你比如说选矿场、钢铁厂，还有各种矿井。东北大学6个大3的学生在选矿场浮选槽上，那可是央企中黄金，浮选槽上掉下去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啊？像这种工作环境，以后就用机器人，就不知道它能不能用得起。这个我们再看瑞银指出说，多项指标支持银行股配置，也就是让大家买银行股。这是瑞银，他说民粹主义引发财政宽松担忧，推高债券收益率，银行股是其最大受益者之一。银行作为本土化行业，将从欧洲、日本等地货币升值中显著受益，私人部门信贷增长拐点已现，银行核心业务迎来上升周期。该行重申对银行股长期超配立场，认为当前银行股的估值水平极具吸引力，且拥挤度适中，盈利修正强劲等指标支持银行股配置。瑞银建议配置银行股，不光是国内的，它连全球的银行股都可以配置，都在上涨的这个核心逻辑，就是民粹主义、财政宽松、本币升值，还有结构性改善。但是财联社看那篇报道，怪现象。什么叫怪现象？大宗股权无人问津，小额银行股权拍卖成交持续活跃，真是存银行不如买银行。是什么原因？说近年来银行股权拍卖持续遇冷，但财联社记者最新关注到小额银行股权拍卖近期表现持续活跃。7月23日，财联社记者根据阿里拍卖平台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仅7月份以来就已经有34起小额银行股权在该平台上获得成交。从拍卖金额来看，成交价低于50万元的达到20起，低于10万元的有8起。但与此同时，年内多起大额银行股权拍卖仍然遇冷，其中不少即便打折出售依然无人问津，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受访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市场对于大额银行股权的谨慎态度依旧，但小额股权由于投资门槛低、灵活性高，更容易吸引广泛的投资者群体。所以说，你那些大额银行股权应该把它拆分卖。这小额的股权都谁买了？就是韭菜，这些大聪明。你那个大额的银行股权他买不起，动不动几十亿、上百亿他都买不了。但是小额股权，你看10万块钱的、50万块钱的、几万块钱的买得起。成交价最低的是广东顺德农村商行的这个2299股股份，起拍价1.81万，
成交价3.286万。从竞拍次数来看，市场投资者对小额银行股权的争夺博弈也较为激烈，9起拍卖竞拍次数达10次以上。专家说，小微银行股权的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吸引了更多中小投资者参与，不就是韭菜吗？小额银行股权交易往往更适合个人投资者或者小型投资机构，他们希望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与此同时，大额银行股权拍卖却依旧遇冷。7月22日，广发银行1900万股记名股票在阿里拍卖平台上被拍卖，起拍价1.71亿元，因无人出价。本场拍卖流拍也是不到10块钱一股，没人买，因为你开价太多了，韭菜买不起，所以把它拆成10万股、10万股的卖。财联社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少银行股权拍卖遇冷后，大多选择折价进行甩卖，其中不少银行股权拍卖其股价相较评估价直接达到3折。受访业内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除了打折能提高银行股权拍卖成功率以外，银行股权拍卖还可以采取零售的方式。不少银行股权拍卖失败后，选择将标的拆分为多份挂牌拍卖。你看看，适合韭菜买，因为只有韭菜艺高人胆大呀。这些银行股大部分都是没有上市的，很多人买了之后赌它能上市。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个股市骗局。这个新黄河报道说，一个男子下载 APP 炒股1个月，以为赚了300万，投28万 APP 炒股，欲提现330万，被秒拉黑。武汉的李先生是个老股民，最近2年行情不好，他买的股票亏了好几万。就在李先生上网学习炒股技巧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炒股软件的广告，号称能够帮客户迅速提高收益。按照客服提示，李先生陆陆续续投了28万元，仅在1个月的时间，他的 APP 余额翻了10倍到330多万。看到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不断上涨，李先生有些得意，但是他女儿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李女士来到派出所向民警求助。民警了解情况后判断李先生肯定是遇到诈骗了，正好李先生跟客服约定第2天还要充一笔钱，于是民警决定派便衣跟他一同前往。但一名身穿正装带工牌的男子从李先生手中接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控制。直到此时，李先生才醒悟自己这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果然，当他向客服提出炒股软件将里面的资金提现时，被瞬间拉黑，炒股软件也无法登录了。大家看视频。武汉市民李先生是个老股民，最近2年行情不好，他买的股票亏了好几万元。就在李先生上网学习炒股技巧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炒股软件的广告，号称能够帮助客户迅速提高收益，于是下载安装了一个，并按照客服的提示充了不少钱。他在这个炒股软件上陆陆续续投资了一共28万元，最后仅在1个月时间内就将他的 APP 内余额翻了近10倍到330多万。看到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不断上涨，李先生有些得意，但是他女儿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能短期内让自己股票翻番的情况都很少，自己父亲莫不是遇到骗子了？于是李女士来到派出所向民警求助。民警了解情况后判断，李先生肯定是遇到诈骗了。我点开了软件后，他跟里面的客服人员聊天，客服人员让他投资的方式竟然是以送现金到指定位置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式，我当时就断定这一定是一个诈骗。正好李先生跟客服约定好第2天还要充一笔钱，于是民警决定派便衣跟他一同前往。当一名穿正装带工牌的男子从李先生手中接过现金时，被民警当场控制。他的前任如实供述了其明知这20万是所谓被诈骗的钱，还来以500元的报酬前来取现金。直到此时，李先生才醒悟自己这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果然，当他向客服提出要将炒股软件中的资金提现时，被瞬间拉黑，炒股软件也无法登录了。原来这个炒股软件是个山寨货，股票数据骗子在后台可以操控。李先生看上去赚了不少钱，其实都是假象。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
投资理财需谨慎，以送现金、送黄金或者购买充值电子卡等形式的进行投资的，均为诈骗。目前，协助诈骗人员取现的嫌疑人王某已被警方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视直播记者报道。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这种骗局是不会杜绝的。你天天反复宣传，你就是天天晚上7点半的节目宣传，7点的节目，一直宣传到7点半，这种骗局也不会杜绝的，因为确实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割不完，根本就割不完。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适奇葩新闻，这是长江商报报道，这个上市公司一退市，账上资金就没了。新 ST 一联退市后10亿元预付款不翼而飞。退市1年后，7月23日，上交所对新 ST 一联及10任高管通报批评，涉及财务违规及内控失效。经查，新 ST 一联2023年半年报列报受限资金10亿元，他账上有10亿元的资金受限，有可能是法院查封，有可能是什么？他自己在半年报里面列的有10亿，我这账上有10亿，但是受限，多列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0亿元。同时，该公司曾在大额定期存款、对外质押担保事项未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度进行用印审批，未见公章使用登记记录，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行为。此外，2023年9月、10月，在缺少部分审批人员签字、审批程序不完整、不符合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新 ST 一联子公司向虚假贸易中的供应商支付预付款合计10亿元，反映出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就是为了把假戏真做啊，为了显得虚假贸易像真的，他向虚假的贸易商支付预付款10亿。值得注意的是，新 ST 一联已于2024年7月11日触发面值退市条款，而在 A 股摘牌。所以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新 ST 退市还不是做假账，是因为它面值太低，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他还不是做假账被发现，退市之后才发现他做假账。你就知道这个胡适这监管，像这样的公司有多少？胡适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你怎么保证你买的股票不是这样的？你看到报表，你能看得明白吗？这个界面新闻报道，7月22号，科远智慧发布公告，更新了2.95亿存款失踪案件进展。这个科远智慧存在银行的2.95亿存款又不翼而飞，存款不翼而飞。公告称，7月21日，科远智慧收到案件执行款2.31亿元，尚有部分迟延履行金及应由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承担的案件诉讼费未执行到位，后续公司将继续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此前，科远智慧子公司公告起诉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获得2审胜诉，但在执行环节受阻。此次公告更新了部分执行款的到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对抗并未结束，浦发银行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反诉。目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为何浦发银行在败诉后可以提起反诉？是否重复起诉？法律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不构成。根据民事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诉讼当事人3方面判断，犹如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互换以及盛某的加入，浦发银行此次反诉并不符合重复起诉3要件。也就是说，2审都判了这个科远智慧公司赢了，浦发银行要赔这个2.95亿存款给这科远智慧，2审都结束了，但是浦发银行又把这个科远智慧反诉了，官司还没完，没完没了，接着打。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资本游戏，同样还是上市公司，这个是新浪证券报道，叫新浪财经上市公司研究院说，长虹高科收购背后，实控人陶春风左手倒右手资本游戏，上市后业绩变脸，有无财务猫腻？那还用问吗？这个长虹高科通过增发装入标的资产，但是这个标的资产却是就是长虹高科的实际控制人陶春风的体外资产。值得注意的是，长虹高科上市前后业绩反差大倍，
业绩反差大，背后迷雾重重。其一 ，IPO 贡献业绩第一大客户注销，你说他的第一大客户居然注销了，那么短命吗？是不是为了掩盖什么？第二，上市后突增低毛利贸易业务，总额法确认收入有无可能埋雷？贸易业务我以前不给大家讲过，贸易业务就是转圈业务啊，资金是顺时针转，商品逆时针转，实际上也没有商品交易，商品都在库房里交割单，这叫贸易。上海有很多公司做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做贸易有2个好处，一个是提高自己公司的贸易营业额，第二个可以给公司调节利润。所以说你看看，它这上市后突增低毛利的贸易业务，总额法确认收入有无可能埋雷？这不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的吗？其三是高毛利的经销业务，其客户与体外关联方关系密切，且存在业务往来。近日，长虹高科收购公告发布，似乎遭遇投资者用脚投票。7月18日晚间，长虹高科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广西长科新材有限公司，就是广西长科100%的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广西长科是一家专注于特种合成树脂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实际控制人就是陶春风，就穿透下去。这个陶春风他是长虹高科的老板，实际控制人。长虹高科增发股份，向35个或者多少个人增发股份，这其中就有这陶春风自己或者他控制的壳。增发股份干什么呢？来收购陶春风的叫什么广西长科，实际上就是陶春风他掌控了上市公司长虹高科，把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叫广西高科长科把它塞到上市公司去，换取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不就控制上市公司更多的股票吗？3年以后，一般的禁售期是36个月，36个月以后他就开始把股票一卖，这不就是变现吗？股市就是他的提款机，这个时候他再拿钱在外面，他甚至可以拿上市公司的钱在体外再搞一个公司，搞个湖南长科，也是干那个业务的。等到差不多了，好，上市公司再去收购。你跟这些人玩，这些人叫资本玩家。他这个文章很长，怀疑长虹高科造假，上市以后业绩变脸，通过贸易可以控制利润的去做利润，然后通过经销商输送利润等等，也就是财务造假。这样的公司有多少？这一切的运作，这个资本大佬这种在资本市场的这种长袖善舞运作，看上去非常风光，非常的令人羡慕，但是买单的人就是胡适的金融消费者。你只要参与，你就在买单，你在给资本玩家买单。你这么看，胡适和那些资金盘、庞氏骗局有多大区别呢？这个胡适如果摆脱资金盘、摆脱庞氏骗局的困境或者嫌疑，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胡适这上市公司里面至少有一批盈利能力非常不错的，在帮胡适在赚钱，在帮胡适真的在造血，他内在的自身在造血，让胡适摆脱这种叫零和博弈。如果你就把胡适当作资金盘，他如果真的能产生收益，自身能造血，那他就不是那种靠庞氏骗局，靠不停的叫新韭菜带着钱进来贷款，靠这个来维持。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